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爱伫你的身躯顶做记号的网仔哥哥啦。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芳仔。芳仔汉字写做芳仔，罗马字写做破昂芳。啊，芳第一条，啊第二条。芳仔互人的形象是一款真骨力做事的汤团，因为因的四界彩花粉、花蜜，互农作物通收成。不过，因若互人威胁，嘛会甲人叮到是足疼的。有一句艺客仔话安尼讲：下狗会互芳仔叮到，有苦难言，因为苦甲苦的读音相同，拢是苦，所以有苦难言就是有苦难言。甲芳有牵连的台语词有拍芳，拍芳是真热烈的意思。咱会使讲人客哪拍芳，就是咧形容人客真济，生理真加野啦。这若讲到芳吼，是百款啦，有牛芳、角芳、金龟芳、鸡屎芳，哦，足侪芳是讲袂了。有一句俗语讲：角芳看做笋菇，角芳是好头芳，伊吼有够歹的。啊，笋菇吼虽然会酸长农作物，不过甲角芳相比拼，笋菇根本就是一个大好人。所以角芳看做笋菇的意思就是甲歹人看做好人。另外一句俗语是芳寿英百头。芳寿英是一款皮肤病，妇人会生足侪头的。啊，这句话吼，就是咧考试一个团体内面意见足侪无共识，例芳仔、芳拖、拍芳，下狗会互芳仔定着，有苦难言。甲芳看做笋菇。芳寿英百头，芳仔是真骨力的汤团，大家嘛会当学芳仔的精神，准时收看《大讲一句学台语》哦。今仔日的《大讲一句》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